好啦，以乡亲朋友，一困过后啊，将到福起来咧，节目嘅现场咯吼，今比系200日好空天来报道嘅单元，同所有乡亲朋友向下来关心到空天嘅话题吼，现场为大家来绕墙到嘅是李少泰李医师吼，来老大家来讲到流感嘅问题，头先都了解前一台啦，你老乡亲朋友来提到讲到嘅吼，即係了解冷到即感冒啊，韓國流感哦，呢個了解上期來啊，啲應用辦去款哦，要講到啊，你下我繼續來講，意思老大家來講到，頭先要提到嘅部分即係血煙風、好點點吼，意思會促會流鼻水了到了解啲嘅感冒，流感是冇強弱嘅吼，韓國咪要講到呢個肌肉吼，肩頭酸痛，肩頭會係用酸軟痛，吼貴先嘅哦，吼呢個凍軟就出嚟吼，嗰三下來應講到，還有其他嘅了解症狀嗎？喺平均來講吼，感冒一般來講是好嗆口啦，係，哦，和個流感那些吼，你啊記個是會好嚴重，佢會就清起來，因為清爛，哦，佢會按就啲樣板好是全身爛爛哎樣，像是就佢摸埋枕頭落哦，佢是就爛爛凍爛哎樣，咁那些詳細會注意。詳細是流感，吼，流感那些人詳細是會去做一下個快篩檢查。快篩檢查，吼，既然講到兩位講個快篩檢查，吼，兩位醫生其實咪要帶到，吼，一個講用辦來檢查嘅東西，錯冇？你檢查啊，上去攞嚟凍難，冇啱兩位數項，你下要兩頭擺來講，吼，頭擺來講，你用叫通過檢體拿出來，然後會送到衛生局去，然後再來做進一步詳細的幾禮拜。檢查好，檢查啲嘅是。你下唔係咯？禮拜時間過體咧。你下10。你冷到咪好咧啊？你下10分鐘。係。好，所以10分鐘。你下啲兩隻部分做得來做檢查咧。是用你用吼，是用該種該凍軟嚟嘅吼，該皮控該皮吼，療就該黏液，吼黏液嗰度該黏液該皮水啊入埋吼。推肺嘅會掉出來，它變到嘅一個液體在地板，然後做嘅。還有兩個藥水啊，用老一做一陣用檢測是從嚟，它檢測出來哦，第一家哦，該10分鐘報告是出來咧，馬上是出來。第一家是 A 哦 ，A 嘅先看上下兩隻嘅風嘅哈。該是按 A 型的，所以你還看到了只 A 型嘅哦，吼，你看了上下有冇吼？佢嘅啲風險嘅位數，你都注意下，其實係冇強弱嘅，好，你好燃，係，按 B 型嘅，佢是好強，吼嘅兩隻，嗰個冇反應嘅，該是表示嘢係普通嘅冷度，冇反應是係啲下。第3張2張係嘛？係，該種是冇。就是一條風線唔係兩條嚟啊？冇兩條。係，該是冇是 individual 冇味道病毒，哦，冇是金美嘅流感係嘅感冒天。所以你下講到了解快篩哦，是係意思，你做得凍結嘅時間是提供你速度嘅係咪流感？咁嗰啲有種問題，我嚟問下先。嗰啲鄉親朋友咪當關心，你講你下遇到熱染啊，嗬，上班下有的是你做得看健保，哦，有的7加4千從倆嚟，你要7加4千嗎？從倆嗬，一般來講是吃灰啦，即差唔多300左右，哦，300 K 左右，係。佢檢出來，吼，檢出來以後係有問題嘅時節，吼，該是做一種健保來可以嘅抗病毒嘅藥物。所以你了解檢測我合格到啲是7加吼來出錢吼。假使講你提供嘅限速度係流感嘅時節，你係可以用嘅係健保嘅部分。健保嘅部分。咁講因為報告吼，因為報告嘅流行感冒當嚴重嘅時節，該是。健保局也有開放講，大家就做一做，開始你是醫生會看情形，看你嘅症頭，吼，看你係發燒，吼，凍球，吼發燒凍球，所以可能下球到，下球有個凍燒，吼，韓國看你嘅症頭樣板因嘅時節。你開始做一種健保來同你做嘅快篩，所以是係你講嘅下屬係高峰期啦，高峰期嘅時間，你政府是有兩方面嘅兩
就讲补充嘞吼，给下子你咱唔是少了一家学词汇，假使系平时你希望讲夹到底来讲，你是来词汇一部分，用来留大家来讲到，了解讲到你整体嘅部分。另外呢，讲整体来讲，其实含有当到冇嘛强壮嘅位数。系含有吼，像特别爱是讲发烧、作烧嘅吼，作烧一些像是流感吼。叫做作烧好球，有个冻球，韩国维持冻烧，韩国临床症状那些你感冒好小讲安为胃很胃冷，冇是像安沙哑，烧香，流感那些其实为烧香，韩国为产生胃很胃冷，如果叫胃很胃冷，唔系讲几日哦。佢係一天嘅時間，差唔多6到8小時。周期嚇，因為只周期啲台時間過後，所以講從呢種發作嘅感覺。佢會燒啊，有胃寒胃冷，有退後咧，等下有上來，有燒上來，因為佢話一隻差唔多6到8小時，佢話一隻起伏一隻周期，哦，韓國嘅個平嘅時間啦，時間來講，浪到一般來講啦，一禮拜是好咧，假使超過一禮拜。該每天哦，我平常來講，平時來講浪到一禮拜啦，吼，還係你個流感那些其實會拖到2禮拜左右啦，吼，當然一般浪到因嘛有拄過拖凍久誒，因嘛就咩講一天，開始個人的個抵抗力嘅情形樣扮演。好了解代替，你來老鄉親朋友來講到了解一般的感冒，韓國了解流感佢嘅了解前頭所長到哪位你聊聊嘅來了解過後，即做得來分別咧。係講你冇很認真來看佢嘅前頭所長到哪邊嘅時間真緊你上班行要去分別是冇按簡單冇按改咧，講到了位你醫生來講下了解冷度感冒韓國。流感來講，佢治療嘅時間，有當到嘅朋友是咪講啊？你下冷度可能係作燒咧，還是愛是了解退燒嘅藥個？你一般你治療來講係重點係用到哪邊？一般係冷度來講佢唔是講買用治療，佢是專門症狀治療。你係為發燒、為流鼻水，你是用嗲條藥個，像流鼻水是用抗副交感神經嘅藥個，很有作效嘅時間，你一般來講係冇凍燒，冇必要用嘅退燒嘅藥個啦。所以講你個退燒藥個愛食咪愛凍薑心、凍豬油。因為咁樣一般來講，你退燒嘅藥個你為什麼會發燒？發燒是你身體對個病毒，冇是對個細菌。來抵抗咧，你體內地位一家有個抵抗力，係溫溫燒唔怕，是不以體內所以講佢嘅了解，溫溫燒來講是唔怕啦，假使燒到有一天嘅長途嘅時間，你還是記得好長效嘅時間，有個而是講來是有個。你係現場有填翻，家下講過來講你退燒嘅部分，你係現場係台北嘅林小姐，台北林小姐哈。來，鄉親朋友唔好，電話接到現場咧。喂，林先生唔好。請問一下那個那個孕婦的話如果是感冒的話大家怎麼辦？還有一個什麼叫鏈球菌？還有現在疫苗它有的是要半白，它沒有經過那個動物的實驗那有些像有些小孩子，他可能就是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那有可能出現一些問題那這個問題是打還是打好還是打不好？那鏈球菌那是什麼一回事？然後就是說那個身體不適的時候就是說那個除了這個喝湯以外，喝這個薑母茶以外那麼其他比較具體的像其他的方式可以讓身體比較舒服一點。謝謝。好，這個林先生佢嘅問題咱們睇也係青苔嘅問題用嘅孕婦有需要食冷度嘅藥物其實孕婦來講，如果係你嘅身體做得嘅時間，你是用平常嘅症狀治療
多食均水，吼，莫讲当小的生意，莫比较些个腿足的照顾。啊，如果孕妇嘅3个月怀孕3个月以后，吼，3个月以后用药嘅时候，好做得用药嗰度，係3个月前嘅時間，吼，盡量莫用藥嘅，吼，韓國你係要真緊作效咧，還是食到均水，多食均水，吼，韓國還是要聊聊去運動，吼，啊，促進因地部體內循環，吼，按對這個免疫力會好好。韓嘅了解林先生基本嘅體檢問題，該是大問題哦。係。個鏈球菌的感染，吼，鏈球菌的感染，其實拄開始相思會傳作效藥，會傳浪多藥，吼，佢唔係流感哦。佢哋了流感有冇效藥？係人外一隻嘅應該了解發起咧，唔係人外一隻浪多。係，因為佢個流感是按照病毒，頭先有講170種嘅個病毒，吼，170種嘅病毒類就按照流感。感冒感冒有症狀嘅，韓國主要你記了講到嘅鏈球菌，當到鏈球菌感染嘅些，拄開始嘅些，有冇係浪多強藥，按當到因本身體質好，一下是冇問題。係你萬一體質唔好嘅些，這個鏈球菌會走到腦部。會走到目睭，會走到心腸，身體各處都會。你按用糖起來凍定因講咧。該咱們定講嘅，尤所以按歷史歲數大嘅人吼，我頭擺有拄過一隻病人，佢60歲，有個罕算身體一雜性嘅人哦，60歲，抬頭架，佢體質耳孔出水，該是按照中耳炎，吼。中耳炎基本嘅耳鼻喉個看，耳鼻喉是通過嘅裝當做感冒治療。係。聽音樂，目睭搶命。哇！你真嘅是凍定因講。該是大問題。所以啊，你講鏈球菌嘅你個感染來講啦，你算係一種嘅你個浪多。唔講咧，你可能因子最有機會啦，後面有相識嘅老鄉親朋友來講下。係非常大嘅問題，所以嘅網友親要本嘅75歲以上嘅老人家要鏈球菌嘅疫苗來本嚟輔助大家打，因為嘅一劑當貴3000人。鏈球菌嘅嗬，要上75歲嘅老人家是5000頭擺有啦嗬，就5000做得住了嘅預防沙，安樣去，好應該上有機會啊，因就過來探討安樣嘅隻抗癌問題，我哋隻部分是說簡單來回答到了未啊？嗬，你基本來關心到嘅是流感嘅隻部分咯，所以還有呢啲內容，家下陣個繼續來聊，大家來講到先到了未，來聊下嚟。